大家好，歡迎嚟到老 Best， 我係高級麥，每期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同大腦相關嘅一啲有趣研究。我的女兒廣東話、英文、普通話混着講，是語言天才還是大腦過載呢？怎麼越學越多，反而越口齒不清？麥基爾大學咧用咗15年嘅時間做咗一個縱向嘅一個臨床研究，佢發現咧三語學習嘅小朋友咧，佢哋嘅語言腦區，特別係 Broca's area 就喺我哋後額葉區嘅一個語言發展嘅腦區咧，比嗰個灰質密度咧係會減少咗23%嘅啦。特別咧就喺個語法處理區嗰個位置，但係同時咧，我哋嘅前額葉區嗰個功能咧就會提升咗19%。咁即係話咧，我哋用多咗好多認知嘅能力咧去處理呢個三語切換嘅部分嘅。嗱，你可以幻想下一個 CPU 咧，同時咧行3個系統，其實佢切換嘅過程咧就會使用多好多嘅能量嘅。嗱，一項咧用 functional MRI 咧去顯示呢一個語言轉換嗰個過程咧，其實發現我哋大腦一個叫基底或者一個 basal ganglia 嘅一個地方咧，其實嗰個抑制嘅需求咧係會暴增142%。咁點樣幫我哋嘅語言腦區設定一啲防火牆咧，減少呢一個能量嘅消耗咧？咁原來咧好簡單嘅啫，呢個語言嘅防火牆，大家只需要咧揾一個壞咗嘅收音機，有啲拍掣就得噶啦。咁跟住咧用一個廚房常用嘅計時器啦，同埋咧一啲唔同嘅顏色嘅鋪飾。咁其實咧我哋就可以製造到喺屋企咧有3個唔同嘅位置。呢個咧係廣東話，呢個係普通話，呢個咧係英文。每30分鐘咧，我哋就要領製切換我哋嘅語區。每切換一次咧，我哋都要嚴守我哋嗰30分鐘入邊咧必須使用單一。呢個部分咧，我哋發現原來25分鐘以上去切換呢一個嘅語言區域嘅話咧，我哋大腦頭先提過個 Broca's area 咧就會降低38%嘅代謝率，即係話減低咗好多能量嘅消耗嘅。咁喺呢度咧有一個333嘅訓練方法咧俾大家嘅喎。嗱，每日做3次呢一個專注單語時間，每次咧做30分鐘嘅切換。咁而且咧每次咧都會喺間隔入邊咧做3分鐘嘅言語嘅緩衝期。轉台嘅時候咧可以兩邊切換嘅。每個星期3次雙語混合嘅訓練，咁樣咧持續6個月嘅話，語言嘅流暢度咧我哋發現可以提升67%。下一集咧教大家咧呢一個恐懼記憶嘅寄生術。我哋好多嘅恐怖故事咧都長駐咗喺我哋一個危機嘅一個位置叫做杏仁核。咁我教你點樣用微波爐咧去改裝一下咧我哋呢一個記憶消除法。如果大家中意我哋頻道嘅內容嘅話，歡迎大家 comment、like and share。我哋下條片再見啦。